赤馬追風趕運來，桃紅福至桂花開，戶戶迎聯新春笑，家家紅見喜添財。赤馬追風趕運來，字面解讀，紅色的駿馬像追逐風一樣奔跑，將好運氣趕了過來。深層分析，赤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赤即紅色，象指火、陽氣、興旺與喜慶。馬是12生肖之一，代表住五火。這裏的赤馬不僅僅指紅色的馬，更隱喻住旺盛的生命力和積極進取的精神，龍馬精神。如果這首詩是在馬年創作的，那麼應景意味更濃。若非馬年，則取其馬到功成之意。追風形容速度極快，這裏暗示好運來得迅速，勢不可擋。趕運來，這個趕字用得非常生動，擬人化。通常我們說好運來是被動的等待，而這裏用赤馬去趕運，體現了一種主動爭取的人生態度。這不僅僅是祈求上天賜福，更包含了一種天行健、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鬥哲學。紅桃福至桂花開，字面解讀，紅色的桃花盛開，福氣到了，富貴的花朵也隨之綻放。深層分析，紅桃花是春節期間廣東及港澳地區最常見的年花，寓意大展宏圖。紅桃花盛開，象指住春天的到來和生機勃勃。同時，桃花也常與人緣、姻緣相關，暗示人際關係的和諧。福至與桂花開，這是互文建議的結構。花開富貴是中國傳統吉祥話，這裏將福與貴並舉，既指精神上的福氣、家庭和睦、健康，也指物質上的富貴、社會地位、財富。色彩美學，第一句的赤與第二句的紅相呼應，營造出濃烈的喜慶氛圍，視覺衝擊力強，符合春節紅紅火火的審美需求。戶戶迎聯新春笑，字面解讀，家家戶戶門上貼住對聯，迎聯，在歡聲笑語中迎接新春。深層分析，戶戶迎聯，迎聯即對聯，這句詩從抽象的運氣第一二句轉向了具體的民族場景。貼春聯是除舊布新的儀式，象指着對未來的期許。新春笑，這個笑字是全句的詩眼，它將無生命的新春擬人化，或者說是將人們在春節時的歡樂情緒投射到了季節上。這不僅是人在笑，連春天本身也充滿了笑意。這是一種物我合一的快樂境界，描繪了一幅社會升平、百姓安居樂業的圖景。家家紅見喜添財，字面解讀，每個家庭都像紅雁一樣健壯飛翔，開心地增添財富。深層分析，紅見這裡可能包含兩層意思：其一，紅指紅雁，象指志向高遠、紅學之志；其二，取紅見之意，指身體健康、家業宏大。在廣東話中，紅音同紅再次呼應了全詩的紅色基調。喜添財，這是最直白的祝願。中國傳統文化並不避諱談錢，認為財富是家庭興旺的基礎。添字說明原本已有基礎，現在是錦上添花，寓意生活水平的步步高升。結構呼應，第三句的戶戶與第四句的家家形成嚴謹的對象合掌，強調了這種福氣不是一家一戶的獨享，而是普世的全民的福祉。核心思想，這首詩不僅僅是求財求福，更深層次地表達了人們對五福臨門、長壽、富貴、康寧、好德、善終的樸素追求，以及對主動奮鬥、追風趕運與家庭和諧、戶戶家家的重視。